哇！市場咧熱切期待得嚟咧，又有少少忐忑嘅北部都會區，由永泰打造可以一個單位望盡17公頃、18個球桶嘅高爾夫球場上帝視角嘅雲向，今日終於開咗展銷廳啦！究竟擁有1至2首歌，輕輕鬆鬆就可以去到一站關口，一線直通4間名牌大學，旺角、尖沙咀、灣仔嘅上水站，無論中港商人，又或者未來社會棟樑同學仔，再加埋現時 CBD 精英都冇得抗拒嘅項目雲向，究竟會發生咩事？今日 Kenny 即刻帶你去睇睇。走。咁眾所周知啦，北部都會區咧整個面積咧非常地誇張啦，佔咗成3萬公頃嘅，差唔多1/3嘅香港咁大添喎。而我哋咧上水區咧就屬於喺呢個北部都會區當中一個非常之核心嘅位置喎。我哋連接咗呢個香港同埋內地一個中間樞紐位嘅位置啦，而且不得不提咧就我哋北部都會區咧有一個咧北環線咧係非常之重點嘅。我哋嘅起點咧就會由錦上路站開始啦，直至去到我哋呢邊咧古洞站呢邊嘅，然後再延伸去呢個羅湖啦同埋落馬洲咁樣。咁所以咧由我哋而家喺北區嘅部分咧，日後要去翻呢個新界西咧，遠翻呢條北環線咧落翻去咧非常地方便啦。我哋現時嘅屯馬線咧再銜接翻埋一齊咧，基本上我哋一個上水站咧，全香港東南西北都可以俾你去盡啦。雖則我哋位於上水地鐵站旁邊嘅雲向咧，屋苑唔算好大，但係會所霎時令你震驚啊！佔有成28000尺啦，50米標準嘅室外泳池啦，小朋友玩嘅空間啦，健身室啦，公園啊，全部一應俱全，保證你住喺度10日10夜唔出街都好啦，都可以滿足到你全家嘅所需啊！感唔感受到我哋雲向嘅大樓模型啊？正前方部分就集中咗大單位居多啦，所以大部分單位咧都係望翻前面17公頃嘅高爾夫球場啊！我哋仲可以望遠處，但係整個北部都會區咧，再加埋遠處嘅 City 靚景咧，夜晚咧繁星在你腳下不得了啊！而後邊嘅單位咧就集中咗啲1房2房細單位居多啦。雖然望唔到高爾夫球場，但係我哋望翻整個上水區個繁華鬧市嘅景觀都係唔錯㗎。側側地咧可以望翻整個大陸神州，我哋中國嘅氣場咧都係唔錯嘅。雖則咧，我哋展銷廳開咗2隻示範單位，嗱而家未睇得啦，幫我哋睇個圖則先。嗱，我哋2房單位咧就445尺啦，我哋會見到咧整個單位當中咧冇乜走廊位可言嘅，2房2廳做咗開放式廚房，而最緊要我哋開放式廚房咧做咗內嵌式㗎，咁所以咧我哋整個客飯廳咧就好用好多啦。另外呢邊呢間1房咧就292尺嘅，都係啦，秉承翻我哋一路嘅1房傳統啦，都係冇乜走廊位啦，除咗呢個玄關位少少，不過呢個位置咧已經幫你做咗啲大嘅入牆櫃㗎啦，咁所以咧擺嘢咧相當地方便啦。我哋要做翻啲5尺床啊，大型衣帽間冇問題，而且全部都做咗呢個3合1露台㗎，咁所以咧平時我哋就算出去做下瑜伽，又或者深呼吸下、飲下咖啡，晚上嘆下紅酒嚟都係冇問題啊！哇，好浪漫啊！要數翻最找人眼球咧，必定係我哋呢個38樓嘅 B 室啦。嗱，雖則我哋面積唔算好大，800幾尺啊，但係咧我哋有埋一個600幾尺嘅大平台空間嘅。你試深深幻想下，喺度同你嘅親朋戚友，又或者你心愛嘅人喺度燒下嘢食，而望住17公頃嘅高爾夫球場景觀。